续要来讲这个快筛试剂，讲到爱病毒的含量有够多，才验会出来是毋是确诊。所以有袂少人明明都有症状，但是安怎验安怎筛都是阴性，安尼要安怎才好呢？台大病院的医师讲，加拿大有做过研究，讲若敢若挖鼻孔的检体，敏感度是68.4%。若是使用2支的米仔机，甲这个鼻仔甲牙喉分开落挖来做2个快筛，安尼敏感度会当提悬到88.1%，就验开会出来。不过爱注意的是，就爱挖到这个扁桃腺，就是挖到扁头泉这个所在，安尼才有效。摕名机弄鼻孔，过来确诊数哪来哪济，拢需要做这个动作。不过若是已经出现镜头，偏偏就是验不出2条线。台大医师就教你一步，互你验会准。可以从鼻子跟这个喉咙的部分呢，两边来双采。医师的意思就是用2支名机，鼻仔、牙喉分开弄做2个快筛，敏感度地当挖到成。不过爱注意的是，爱去吸到很多线，也就是牙喉内底2边发炎的所在，才有效果。那这样子的话呢，在加拿大的实验它可以把这个灵敏度从70%拉到80%以上。如果做2个检查是绝对没有缺点的，而且第2次这个口腔这个检查直接到扁桃腺你可以直接取到最后面的一个细胞跟简体。专家讲，快筛有时阵验袂准，到时食药啊地袂赴。啊，这摆 Omicron 的特色，就是先攻击牙喉，若是用鼻孔采检，病毒量就可能无济。不过若是牙喉含鼻孔做采检，就可能弄到病毒抗原的机会。所以若是当紧知影敢无确诊，得当紧对症下药。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